1500米精英碟，準備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中間位置粉紅眼罩呢，閃星輝煌啊快閘㗎，響埋邊呢，走咗上去呢，仲有加州動員啊，浪漫戰神就響出邊第3位，中間第4位呢，仲有呢隻呢，咁啊大面箍嗰匹啊係光年魅力嚟㗎，內欄啦有美麗同享啦，咁啊響外邊位置就陽光勇士嘉應傳承啊，尾4位置就君子傳承啊，後邊嗰3匹馬啦，百河飛區海上大軍呢，就響個尾位置，暫時墊下個馬匹呢係銀亮奔騰嚟㗎。好啦，接近1200米嘅段處啦，加州動員呢就埋邊係佔先嘅，外邊位置拍咗上去啦，有呢隻呢就浪漫戰神啦，第3位有閃星輝煌啦，外邊第4嘉應傳承啊，再後邊內欄第5就美麗同享，外邊拍住嘅光年魅力啊，咁啊得一隻3搭望空喎，出邊橙衫呢有呢隻陽光勇士啊，後邊嗰4匹馬君子傳承啦，內欄百河飛區啦，尾二海上大軍啊，墊下個馬匹呢係銀亮奔騰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嘅馬匹呢就係呢隻加州動員啦，響外邊有浪漫戰神嚟㗎。咁啊第3位嘅馬啦，咁啊內欄位置啊閃星輝煌啦，第4位中間呢淺藍衫有嘉應傳承啊，咁啊移出嚟中檔咯，美麗同享啦，等入邊橙帽橙就百河飛區啊，攞出去外邊嘛有陽光勇士啦，大外當邊呢就係君子傳承嘛海上大軍㗎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呢有呢隻浪漫戰神啊，咁啊響個後邊美麗同享就開始推進㗎啦，咁啊後多層啊嘛，響入邊追有閃星輝煌啦，百河飛區啦，中間位置嘉應傳承，出邊咗光年魅力啊，最後100零米美麗同享已經係脫穎而出啊，個好有機會贏出呢場精英碟啊，第2名嗰個追上嚟，外邊係光年魅力啊，第3名入邊有浪漫戰神，咁啊中間位置呢衝上嚟係銀亮奔騰同埋嘉應傳承好近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隻美麗同享捧走精英碟啊，外邊有追上嚟都幾勁啊，呢隻光年魅力啊，第3就近噶浪漫戰神埋邊，中間有呢隻就銀亮奔騰，出邊嘉應傳承。